水个好，搁将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读册，愈读愈册，无啦吼。读册是捌情理，好朋友咱来研究。研究100-200当前，台湾人送咱的主题去读汉语，内底所读硕士原文内底，咧教人生的学问甲道理的字句。头一句，搁将来扣一句讲：宁可清机，不可独宝。这汉文音，清机清白，结果吼你误导，日子真歹过，机远才袂饱。有一款人是独宝。这个毒读册音嘛做毒，简单白话就是讲罗，水清甲水罗互相比拼，乌白做环环糕就是毒宝。简单讲啦，我若介绍你产品，结果你食了身体会败害，我趁价会好过，我嘛唔敢呢。我甘愿讲对你身体有帮助的物件，我来推荐给你。安尼我趁我的利润，照起工来。虽然日子较歹过，较无遐好嘢，我嘛袂烦恼，因为环环糕。乌白行迄款路绝对袂久长。啊，硕士原文内底几落句要教这款小常的情理。一句讲：宁可情理不足，不可侠理有余。情理不足就是讲正派做代志，但是不足唔才会误导，唔才会基因。结果有一款人是侠理有余，惊邪派乌白来，趁价会好过啦。相信伊的路决定袂久长。过来硕士原文还佫一句，讲宁可直中处，莫向曲中求。我都真卖你好物件，我毋则趁你正钱。结果有一款人毋是乌白赚乌白骗，产品卖你赶咧走，这叫做曲中求，弯翘，用无做价，这解毋好。啊，同款硕士原文内底另外佫一句，原来介有道理，佫将扣出来。另外即句讲叫做喜人一物，千金不移。这个喜，咱若讲白话叫做苦人的二生。啊，喜人一物的喜，就是讲引人一项物件，明明300要卖人啊，结果明仔载人来出价，甲你讲吼，我500，你莫卖伊。啊是我1000甲你买，你甲讲物件胖见啊，做人唔通安尼。那正经甲人照起工，甲人照步来的人，伊会想讲钱贴来甲我平悬，我就决定袂考虑。安尼叫做喜人一物，千金不移。这叫做啥？这叫做做人照起工。毋则硕士原文内底，佫有一句讲：人有善愿，天必将之。就是一定爱善愿啦，就是要甲人照步来啦，就是爱人讲要做正派的工课。你若讲吼，甲天祈求讲，互我跋筊好业，也是祈求讲吼，我卖即个产品，虽然会损害人的身体，毋过吼，你要甲我保庇，互我趁到过面呢，这无可能。就是爱真做甲讲，喜人一物，千金不移。就是爱真做甲讲，宁可直中处，莫向曲中求。安尼天公伯啊，才会甲咱保庇，才会体会讲，确实做人，这个人有照起工，为了甲人照步来，咱啊，互伊大发挥、大发展。